的南屯老街将要举办全台湾上有特色的5日节的庆典，穿目镜、站拉力，各位教人做香芳举办骑人比赛。 众人做伙穿大型的4人目镜踩街，大家咧去酷叫。台中市南屯区一年一摆重要活动，穿目镜站拉力。今年特别结合踩街传统游戏，外国的演出甲在地小姐邀请乡亲做伙来。我们还会有中信兄弟啦啦队会来热力卖力的来演出啊。 早期乡亲相信讲，站目镜会当叫醒拉力翻图斗自信，这是5日节重要的驱邪甲祈福的仪式。今年特别邀请原住民甲新住民穿特色的服装做伙游行。我们请我们最佳模特，就是所有的里长。 来穿各国各民族不同的服饰来参加这个踩街活动。活动将于5月31日伫万和宫甲南屯老街闹热的展开，唔留各种游戏甲趣味活动，佮准备2000份的粽、满意甲鱼丸汤，要乡亲感受过节气氛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